我買了些襪及髮夾給柔柔，等柔柔媽可以幫她扮靚。原本柔柔只是媽媽照顧，但爸爸最近也辭職了，因為柔柔現在12歲，越來越大及重，媽媽一個人體力有限，所以需要爸爸幫手。今天柔柔又藏去旁邊的輪椅，也是爸爸媽媽兩個一起抬她才可以完成。雖然女兒有重病，但見他們也很樂觀面對，尤其是媽媽。柔柔也很愛笑，我給她看買給她的髮夾，她笑了出來。女孩子也是貪靚吧。今天代表香港磁粉會送給柔柔的是一條特別訂製的褲，因為她需要導尿及長期臥床，褲的設計是幫助她不需要動也可導尿，媽媽及柔柔便不用咁辛苦。他們只是一個小動作，也需要很多氣力。兒童癌病基金的姑娘說，柔柔是第一個由瑞晴製作社幫手做特製衣服給她的病人，自己也為人父母，感受很深。今天代表香港磁粉會跟兒童癌病基金的 Case Manager 及義工一同家訪兩姊妹，最令我動容的是滿場的生活照片，只見兩姊妹在父母懷中露出陽光燦爛的笑容，20多年來父母滿日的愛與努力，實在令人敬佩。此外，磁粉會送出的無障礙衣服，讓照顧者更便捷地為病者更衣，這獨特的設計十分有心思。衷心祝福他們一家幸福快樂，笑口常開。咁同埋咧，你可以中間邊個位你中意掹開佢都得。咁所以你話後嗰啲咧，呢個其實係啱嘅。呢件好好。拉鏈大家一定試過嘅，插極個拉鏈咧都插錯，插極拉唔到啊，越插越猛嘅。黐落去。拉呢個第一節。